喺 social media 度晒自己殺貓嘅香港人，喺10號風球之下仍然被鎖住要淋雨嘅中亞牧羊犬，同埋被揭發藏有已死金毛尋回犬嘅單位。點解虐待兒童最高可以監禁10年，但係虐待動物最高先至監禁3年呢？動物同小朋友其實都係我哋社群嘅一份子，但佢哋都係唔識好好咁樣表達自己，亦都唔可以好似正常成年人咁樣去照顧自己。2024年頭9個月，本港殘酷對待動物舉報個案有494宗，超越晒2023年全年嘅數字，但係成功檢控率淨係得3%，低過2023年。判刑亦都相對較輕，只有14日至到1年。5年前更加有一則豪景花園掉30隻動物落街致死傷嘅個案，但係律政司因為起訴限期搜證時間不足，所以最後決定唔起訴。香港現時仲係依靠緊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2006年所訂立嘅罰則，即係最高罰款20萬港元同埋監禁3年。2008年有修訂過一次，但係只係一啲條文格式同埋程序細節嘅調整。相比之下，英國動物福利法明文規定主人係有義務要主動保障動物福利，違者最高可以判監5年，罰款仲係無上限。美國聯邦法例亦都明確將嚴重虐待動物列作重罪，最高可以監禁7年。香港嘅法例本來就已經落後緊，而家檢控率淨係得3%，定罪之後最輕判監竟然淨係得14日。研究顯示，虐待動物者對人施暴嘅機會係會高出常人5倍。連呢啲咁基本嘅人性議題都仲未處理好，香港仲算唔算係一個法治健全嘅文明社會呢？